台北市再度列下渐渐为2年了。列屯事件度南投家父中心目视来动到嘅社会卫生，来投入到新义乡嘅再起复建工作。其中用水稻心理界就提升弱势家庭嘅生活，还有成人嘅抗疫普土。本列到学生儿做得顺利度过再变过后嘅困境，所以都是以采访工作站成立嘅09年嘅时节，来起源受到提升嘅学生儿，要用精彩嘅表演来感谢社会大众嘅关心。到8风灾过后，接触家父中心听书同照顾嘅学生，显现今年嘅学习成果。唔管係武术，又係各種嘅才藝，睇自家集中用心同表現。小朋友講，拖了2年，家父中心新義採訪工作站嘅社工，對今年嘅照顧動作，睇自家做一種感謝。家父嘅林老師，啲禮拜嘅時間，都會帶你去看太陽，還有節慶嘅時間，都會有東河搞嘅巴圖，還有啲杯撈太水嘅時間，林老師都會打電話關心你。因為因在顧會經一個困難哦，像講住佇同福國中讀冊嘅囡仔哦。因要通車有困難，所以咱甲伊出一寡哦，因的膳食費用。禮拜新高點，家父中心嘅特別安排農民試食，本日嘅所在農民有機會到快通嘅現場銷今年嘅農產品。村民講，除咗在開了後，生活雖然當艱苦，不過改在有家父中心聽書照顧生人，不太自家是當安心去做事。做無噴水流體的天氣，三煞向下做，生人又分了家父又可以聽書，農又聽書到，學費啦嘛該攏都喊示範咯。家父中心講，期盼你從新高點，在本社會大眾看到在其學生嘅成長，你希望大家是繼續用愛心同關心，唔見實得到更加好嘅照顧。卡西姆的風氣兩條報道。